新的日子咱搁相甲斗阵。我想咱坐咧这个所在是领导有真大的感动无？哎呀，上帝哪会遮尔刁啊？赐我新的生命，赐我伫新的一日内面，一礼拜的开始，我就坐伫圣殿内面，甲上帝相拄。你知影影是上帝恩典免过，搁来后壁的日子，咱感谢上帝，来敬拜的内心，咱就要唱我来学落伊。头前迄英语哦，迄一堂英语，迄啾啾，就是鸟仔咧叫的啾啾，吼。来，啾啾，谁家叫？
么都不可以，因为这个月是属鬼月，鬼月，毋过咱是属上帝囝哩，咱毋是鬼月，咱每一天拢是上帝小事大稳定的日子，咱拢无惊，因为上帝予咱平安，平安的7月，平安的7月，因靠平安的7月。我就会，我要去谁的名声？
种享受。咱知伫咱的姊妹当中，有几位伊目睭是无看见，因目睭无看见。毋过我咧领洗的时阵，我看伊饲拢咧顶动。我是讲伊若看无伊，伊是要安怎唱？伊是对咱咧唱，咱唱我真好听，真感动。因的面就真水，真感动。我看伊，我大概若直接看着伊，因互我也就是真感动。因看无，因就遮尔认真咧唱，融入一些歌词来。所以有当时我会念一寡歌词，互因听者。虽然即马嘛要搁唱一个真优美的声，互伊嘛对咱来学乐上帝，一个平安的日子，咱来学乐上帝。雅琪的频频小消息，没有根本就给你。我手的风雨里，也有出现的音息，上帝是最平安的，也让我是我的安慰。专来仰慕上帝，你要听上帝的话前，咱来谦卑家己，嘛爱恳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，听捌，听会晓上帝所要互咱的教示。咱来恳求上帝，甲上帝讲，上帝我仰慕你的真理，求你进入我的内面，叫醒我的心，互我明白你的旨意。安静咱的